在唔同的語言中，動詞而是都使用方式各不相同，有啲甚至完全缺失。例如，西拿語、中文、日語和馬來語在表達存在或狀態時，往往採用獨特的結構。這種差異不僅影響了句子的構造，也挑戰了我們對意義的理解。沒有時這個動詞，語言通過其他方式傳達身份、屬性和關係，從而展現出豐富的表達可能性。語言嘅差異唔僅僅體現在表達方式上，更深層次地反映了各自文化中對實際嘅理解和人之模式。這些差異介紹了人們如何通過語言構建自己嘅世界觀。如果您想深入了解這些概念，可以查閱相關的語言學和人智科學著作，那裡有更為系統和全面的知識。完整版解析的連接在評論裡。